喂，話是最近去咗香港 LCK Cup Final，難得香港有得搞呢啲比賽，一定係要支持下，順便去睇我嘅赤哥哥，氣氛勁到位，就好似之前去韓國睇比賽咁爽啦！我想講今次係我第一次去啟德睇比賽，竟然有濕未食哦！this 在坑嘅老婆每次中場休息都想食嘢嘅時候，超多人啊！最後作為周月打手嘅我，一定係用周月結束呢一個回合㗎。下次見。